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謝謝王牧師的介紹。多謝黃哥牧師嘅介紹。我們兩位都是國際皇家服侍團的同工。我哋兩位都係國際皇家服侍團嘅同工。替我翻譯的是我太太李安慈牧師。翻譯的是李安慈牧師翻譯嘅係。哈利路亞。感謝主，我們今天聚在一起來敬拜神。為住今日我哋能夠聚集一起敬拜神，感謝主。在這裡祝福每一位都身體健康。喺呢度祝福每一位都身體健康。跟主的關係每一天都更新，每一天都更親密。跟神嘅關係每一日都更新。好，我們一起來禱告。我哋一齊嚟祈禱。感謝天父，讓我們在一起來敬拜你。感謝天父，讓我哋可以一齊嘅嚟敬拜你。我們邀請你的同在。我哋邀請你嘅同在。你來到我們中間。你嚟到我哋嘅中間。我們獻上我們的聲音。我哋獻上我哋嘅聲音。我們的歌頌。我哋嘅歌頌。我們的金錢。我哋嘅金錢。更加是我們的心。更加係我哋嘅心。我們一同來敬拜你。我哋一同嚟敬拜你。帶領我們上面的時間。帶領我哋以下嘅時間。奉主耶穌的聖名禱告。奉耶穌基督嘅名祈禱。阿們。阿們。今天我的題目就是說信實神，守約施慈愛。今日嘅講題係信實神，守約施慈愛。神是守約施慈愛的神。神係守約施慈愛嘅神。換句話說，守約是神的性情。換句話講就係守約係神嘅性情。大家都有立約的這個經驗。大家都有立約嘅經驗。比如說夫妻之間有一個結婚的約。譬如話夫妻之間有婚約。雇主跟雇員之間有勞工的合約。雇工同埋雇員同老闆有一個工作嘅合約。那你做老闆，你做生意，你也跟你的客人有這個合作的合同。你咧做老闆嘅，你跟開間公司，你跟客人咧有呢個合作嘅合同嘅。如果你在競選做市長議員你也跟你的選民有一個承諾，這個承諾就是約了。就係咧，如果我哋競選議員嘅話，州長嘅話，咁咧都係咧係會同呢一個選民咧有合約嘅喎。我哋選佢呢個過程都係一個合約嘅。這個人競選的人，他的一些承諾就是他跟你所立的約。同人咧有承諾彼此之間呢一個咧就有合約嘅精神啦。那如果你相信他，你就投他一票。你相信呢一個議員或者州長，你就投佢一票啊。現在New York City 選了一個新的市長。現在咧紐約市咧選咗一個新嘅市長。他承諾搭這個公車不用錢。佢答應咗搭呢一個咧公共嘅汽車、公共嘅巴士咧係唔使錢嘅。坐這個地下鐵路，這個 subway 不用錢。坐地下鐵咧唔使錢嘅。那所以他有這個承諾，所以很多人投他一票。因為佢咁樣嘅承諾，所以好多人投佢票啊。那你就等着看他真的做了市長以後，看這些承諾，他是完成了還是不完成？我哋就睇下未來，只係佢能唔能夠嚟到去實踐佢嘅承諾啦。如果他沒有按照他的承諾去做，他就是違背他的承諾，違背了一個約了。如果佢冇按住佢所答應嘅嚟到去實踐嘅話咧，佢就違背承諾噶啦。不知道弟兄姐妹在你的一生當中有什麼經驗是關於違背了這個約的？唔知道弟兄姊妹喺生活或者過往嘅人生嘅裏邊有冇經驗違約呢個咁樣嘅處境呢？或者咁樣嘅經歷呢？大家承諾了，後來就反口了。就係大家承諾咗對方，答應咗對方啲嘢，但係後嚟反約。有時候是故意的。
有時候係故意嘅，有時候是不是故意的。有時候咧就唔係故意嘅。但是不論怎麼樣，你的感受一定是不好的。但係無論如何，被違約咧個感受一定唔好㗎。但聖經裏面說，我們的神是守約、是慈愛的神。但聖經裏邊所講，我哋所相信嘅呢位上帝係守約嘅。那神守約，他到底守什麼約呢？神去守約，究竟佢守乜嘢約呢？那我們所每天所看的聖經，稱為舊約聖經跟新約聖經。我哋每一日所睇嘅聖經係叫做舊約同埋新約聖經，就是說神跟人立約，就係神跟人立約。那立約以後，神就守着這個約。神立咗約之後就守住呢個約，但是人也要守着這個約。但係人呢都有本分，同樣係要守約嘅。可是聖經裡面記載，人很多時候守不住這個約。但係喺聖經記載裏邊，好多時候人係唔守住個約嘅。雖然人守不住這個約，但是神依然叫去守這個約。雖然人失約啊，但係神仍然一直嘅守住呢個約。所以說，雖然人違背了這個約，但這個約依然有效，因為神一直守着這個約。即係話咧，雖然人咧係失約，但係神一直咧係守緊呢個約，維持緊呢個約。當神堅持守約的時候，也就是說，神是信實的神。當神去一直守住呢個約嘅時候，就代表神係信實嘅神。那也因為他是信實，所以他對我們有這個慈愛。因為佢係信實嘅神，所以同樣佢係對我哋滿有慈愛。因為呢個就係佢守信嘅原因。那聖經裡面所說的約，都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的。喺舊約嘅裏邊都係講到神所守嘅約咧，都係跟以色列人立嘅。那第一個就是跟亞伯拉罕所立的約。第一個係跟亞伯拉罕所立嘅約。這個亞伯拉罕，他的名字原來叫亞伯蘭。亞伯拉罕原來嘅名叫亞伯蘭。這個人呢，其實跟我們有很多像的地方。呢個人呢，同我哋咧其實都係差唔多嘅啫喎。因為他是一個移民的人。同樣佢係一個移民嘅人嚟㗎。那今天我們差不多每一個人都是移民來到美國的。係咪啊？係咪呢一度坐喺度嘅我哋呢度嘅所有人都其實係移民嚟㗎？亞伯蘭他也是移民的人。亞伯蘭佢本身都係一個移民嚟嘅喎。他本身出生的地方叫加勒底的烏爾。佢本身出生嘅地方係加勒底嘅吾爾，就是今天在伊拉克的南部這個地方。就係今日喺伊拉克南部嘅地方。大家有沒有看到，在伊拉克南部有個地方叫烏爾？大家有冇睇到啊？喺伊拉克南邊嘅有一個叫吾爾。那個地方靠近那個幼發拉底河。嗰個地方咧就係靠近幼發拉底河的出口。那亞伯蘭的爸爸叫他拉。亞伯蘭嘅爸爸叫他拉。他帶着一家人離開了這個烏爾。佢帶住一家人離開吾爾。那目的地就去迦南地。目的地就去迦南地。那迦南地就是今天的以色列這塊土地。迦南地就係今日嘅喺以色列嘅呢個地方啦。但是他們中途到了一個地方叫哈蘭。但係佢哋中途就去到一個地方叫哈蘭啊，就住下來了。哈蘭就係最頂嗰度，係喺哈蘭，然後住落嚟啦。就是在這個幼發拉底河的上游。哈蘭就喺幼發拉底河嘅上游，在這個地圖的頂端，喺呢個地圖嘅頂端。大家看到中文字哈蘭啦。大家看到中文字咧就係哈蘭啦。那他拉就住在哈蘭。係啦，他拉就係亞伯拉罕嘅爸爸，就住喺哈蘭。
那并且他死在那里。並且佢死喺嗰一度。所以亚伯蘭移居的到了一个地方，就是哈蘭。拉伯蘭咧就移居到哈蘭。那我们不知道亚伯蘭在那边哈蘭住了多久，我哋唔知道亞伯蘭咧喺哈蘭住咗幾耐，但是神就在那里呼叫他说：“你要离开本地。”但係神就喺哈蘭呢個地方呼召亞伯蘭離開本地。看来哈蘭已經變成亞伯蘭的本地。即係話哈蘭已經變成咗亞伯蘭嘅本地。那哈蘭並不是神計劃中要他住下來的地方。原來哈蘭咧唔係神計劃亞伯蘭住喺嗰個地方嘅噃。所以神呼叫他要繼續移民。所以神咧就繼續呼召佢繼續移民。那神為什麼要呼召這個亞伯蘭呢？咁點解神要呼召亞伯蘭呢？因為神有一個宏大的救贖的計劃。因為神有一個宏大嘅救贖計劃。那現在我們回頭去看，都看得懂了。我哋回頭去睇咧，就睇得明喎。就是神要借着耶穌基督來到這個世界，來成就這個救恩。就係神要藉着耶穌基督嚟成就呢個救恩。那耶穌基督怎麼樣來到這個世界呢？耶穌基督點樣嚟到呢個世界嘅呢？他要通過一個民族來到這個世界。耶穌基督要通過一個民族嚟到呢個世上。這個民族在新耶穌的時代就叫猶太民族。呢個民族喺耶穌嘅時代叫猶太民族。在舊約就叫以色列人。喺舊約就叫以色列人。就是透過這個民族，神選召這個民族來帶出這個救恩。就是神咧選召呢個民族嚟到帶出救恩。其實神在最初的時候不是選一個民族，其實神最初嘅時候唔係揀一個民族嘅，而是選一個人，只係選一個人。這個人就是亞伯蘭。呢個人就係亞伯蘭。神呢就跟他說，神同佢講，那這裏大家看到經文哦，一齊嚟到讀呢個經文咯。好，我們用普通話來念哈。我哋用普通話嚟讀。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叫別人得福。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創世記12章1到3節。所以神是呼召一個人，他的名字叫亞伯蘭。神係呼召一個人，佢嘅名叫亞伯蘭。那這個呼召裡面，第一涉及地。呢個呼召裏邊第一樣嘢就係個地啦。這個土地，透過這塊土地來成為一個大國的所在。透過呢笪土地咧，去成為大國啊！就是說，神要賜他一塊土地來培育一個民族出來。神要賜俾佢有土地，以致培育一個民族出嚟。這個民族要在這塊土地上面成為一個國家。呢個民族要喺呢個地方成為一個國家。然後神要透過這個民族跟這個國家來使地上的萬族都能夠蒙福。神要透過呢個地同埋呢個國家，使萬族蒙福。所以這個呼召，這個內容就是這麼簡單。呢個呼召同埋內容係好簡單。那結果亞伯蘭一家人就去了這個迦南地。結果亞伯蘭同佢嘅家人就去到迦南地。那聖經裡面說，他們來到一個地方叫示劍。聖經講佢哋嚟到呢個地方叫示劍。然後神就跟他說，然後神就同佢講啦，在12章的第7節，創世記12章第7節，神說：我要把這地賜給你的後裔。神話我要將呢笪地賜俾你嘅後裔。意思就是說，你來到對的地方。意思就話你嚟到啱嘅地方啦。那示劍在哪裡呢？
示劍喺邊度嚟嘅咧？就是在這個位置，大家看到啦哈，示劍。呢個示劍咧就喺一個紅點嗰度啊。那這個地方今天就是在以色列的撒瑪利亞這個地區。示劍就係而家喺以色列裏邊嘅撒瑪利亞呢個地方。但是很多人說這個地方叫西岸。但係好多人講呢個地方叫西岸。神帶領亞伯蘭離開烏爾。神帶領亞伯蘭離開吾爾，然後在哈蘭呼叫他再離開。然後喺呢一個嘅哈蘭再呼召佢離開，結果就是這樣子迂迴曲折的來到這個目的地迦南地了。就係咁樣迂迴曲折嘅嚟到呢個迦南地啦。今天我們很多位都是從原居的地方移民來到美國。今日我哋呢一度嘅好多嘅弟兄姊妹朋友都係從我哋嘅本地離開移民到呢個地方嘅。有些是直接來到洛杉磯，有一啲係直接就嚟到洛杉磯啦。有一些是住在不同的地方，然後最後才來到洛杉磯。有一啲係住喺其他嘅地方，唔同嘅地方，然後最後尾嚟到洛杉磯。那現在我也住在洛杉磯。而家我亦係住喺洛杉磯。以前我住在舊金山這個灣區的。以前呢，我喺舊金山住喺舊金山灣區嘅。在以前我是住在香港。在以前係住喺香港嘅。所以不是直接從香港來到洛杉磯的。唔係直接從香港嚟到洛杉磯嘅。也是迂迴曲折的。又係都係迂迴曲折嘅。那神是等到這個他拉死了以後，才呼召這個亞伯蘭。神呢係等到他拉死咗之後，先至呼召亞伯蘭嘅。因為神要從亞伯蘭興起一個新的民族。因為神呢要透過亞伯蘭興起一個新嘅民族，所以他必須要離開他的本地本族父家。所以佢必須要離開佢嘅本地本族父家。這個代表他要跟原來的根截斷。呢個係代表佢需要亞伯蘭需要跟原來嘅根斷開，一切從頭開始，一切從頭開始。離開代表他原本要放棄原本在烏爾在哈蘭的所擁有的一切。離開係代表佢要放棄本來佢喺吾爾同埋哈蘭所擁有嘅。一旦離開，很多東西都沒有了。一旦離開，好多嘢都唔能夠帶走噶啦。所以這也是你跟我的經驗。呢個都係你跟我同樣嘅經驗。我們離開我們的原居地，很多東西都要丟掉，送給人啦，不能夠帶在身邊。我哋離開呢個原居地啦，好多嘢都要放低送俾人，唔能夠帶嚟呢度啦。所以亞伯蘭肯離開，代表他肯放棄。亞伯蘭肯離開，代表佢肯放棄。他肯放棄，代表他信靠這一位呼召他的神。佢肯放棄係代表佢肯信靠一位呼召佢嘅神。所以你看到這個地圖從這個伊拉克南部這個烏爾到這個北部的哈蘭，再到迦南地，很漫長的一條路啊。呢個呢，睇下個地圖就知道呢條係一條漫長嘅道路嚟嘅。所以最後來到迦南地，最後嚟到迦南地，那神就告訴他，就是這塊地了。神就話俾佢聽，就係呢塊土地啦。這個就是迦南地了。呢個就係迦南地啦。之後呢，他就去了伯特利。之後佢去咗伯特利。這個伯特利後來他的孫雅各也來過。呢個伯特利呢，就後嚟亞伯蘭嘅孫雅各都嚟過呢個地方嘅。亞伯蘭這個雅各出走的時候，來到這個伯特利。雅各出走嘅時候嚟到呢個伯特利。他躺在地上睡覺的時候，神在異夢中跟他說：雅各呢，躺喺呢個地方，伯特利呢個地方瞓着咗嘅時候，佢發咗個夢。那神告訴他：你現在想躺臥的這個地方伯特利，我要賜給你。神話你而家瞓喺嘅呢個地方，我要賜俾你。
那所以现在我们要了解这个伯特利在哪里哦，而家我哋就嚟了解下呢個伯特利喺邊度咧？啊？這個伯特利就是在耶路撒冷以北這個紅色點的叫英文叫 Bethel 這個地方。呢個伯特利咧就係咧喺呢一個嘅呢一度嘅紅色點呢個 Bethel 嘅呢個地方，就其實都喺西岸嘅一個地方，中間對啊，西所以岸中間嗰個伯特利。所以這個事件跟這個伯特利都是在今天所說的撒瑪利亞，也是說西岸這個地方。呢個無論係事件或者係伯特利，都係喺而家西岸呢個撒瑪利亞呢個地方。所以神說：這個地方要賜給你亞伯蘭跟你的後裔。神話呢個地方要賜俾你同埋你嘅後裔㗎。對啊，所以中文呢，在旁邊有中文呢，你看到事件跟伯特利啊，所以旁邊有中文都有睇到咧事件同埋伯特利㗎啦。那所以既然你中文看到，你在旁邊英文就給你知道，這兩個地方都是在 West Bank，就是西岸裡面的。就係喺地圖裏邊，你要知道呢兩笪地方係神話要俾個亞伯蘭嘅後裔嘅地方，都係喺西岸裏邊㗎。那亞伯蘭就從這個伯特利，然後慢慢遷往南地。亞伯蘭咧，慢慢從呢個伯特利再移去南地，在那裡遭遇饑荒，喺嗰度佢遇到饑荒，很嚴重的饑荒，非常嚴重嘅饑於是荒。他去了埃及了。之後佢就去咗埃及啦，那暫時住在埃及那裡。暫時住喺埃及嗰度啊。那神帶領亞伯蘭來到迦南地，神帶領亞伯蘭去到迦南地，而迦南地的南部遇到嚴重的饑荒。但係呢一個嘅迦南地嘅南部遇到嚴重嘅饑荒。我相信是亞伯蘭從來沒有試過的，係亞伯蘭一生裏邊從未試過嘅。因為他以前住在烏爾的時候，因為從前佢住喺吾爾嘅時候，那裡是幼發拉底河的下游，因為嗰度係幼發拉底河嘅下游嚟㗎，不缺水，唔缺水，那農業也很發達，農業十分發達，大概沒有饑荒。冇饑荒嘅嗰度。後來他住在哈南，後嚟住喺哈蘭，那邊是幼發拉底河的上游，嗰度係幼發拉底河嘅上游，是河的源頭，係河嘅源頭，也是不缺水的，亦係唔缺水嘅，大概也沒有饑荒。大概一定係冇饑荒嘅。那現在神帶領他來到迦南地，但係而家神帶佢去迦南地，大概他看到一條約旦河，佢睇到有一條約旦河啊。但是這條約旦河如果跟幼發拉底河來比較的話，如果將約旦河跟呢個幼發拉底河嚟比較嘅話，簡直是不相樣的河，簡直係不相樣嘅河。我哋去過啦，大概得呢度咁闊嘅啫，很窄的。好窄㗎咋。如果你去過以色列嘅話，那現在來到南地，而家去到南地，這個約旦河沒有了，約旦河冇啦，變成死海。變成死海。那死海的水是鹹的，死海啲水係鹹嘅，沒用的。全世界最鹹嘅海就係死海啦，冇用嘅對當時所嚟講。以神帶領亞伯蘭來到迦南地，所以神帶領亞伯蘭去到迦南地，他首先經驗的就是缺水的地方，是饑荒發生的地方。他所經歷嘅就係呢個缺水饑荒。那大概我不知道他心裏面，我不能夠猜他心裏面想什麼，但是如果是我的話，我就說有沒有搞錯啊？我咧就唔知道亞伯蘭咧心裏邊諗乜嘢啦。但係咧，如果係我咧，我就會話：哇，有冇搞錯啊？你帶領我來到迦南地，你說，這個地要賜給我，但是這個地會發生饑荒的。你話要帶我嚟呢個迦南地，但係呢一度係會饑荒嘅。所以到底我有沒有走錯路呢？究竟我有冇走錯路呢？我這個移民到現在，結果是面對沒有雨水，沒有食物，到底有沒有搞錯呢？我呢個移民而家竟然要面對又冇水又冇食物，有冇搞錯啊？發生咩事呢？我們來到洛杉磯啊，而家我哋嚟到洛杉磯，這個地方啊是北美洲經濟最興旺的這個地方。洛杉磯係北美洲
經濟最興旺嘅地方。但是美好的土地也會缺水啊，但係美好嘅土地都會缺水啊，也會有饑荒啊。亦會有饑荒啊。今天有人工智能 AI 的興起。今日咧有人工智能 AI 嘅興起。你剛才不是看到瑪利亞在講話嗎？你剛剛唔係睇見瑪利亞喺度講説話嗎？這個就是人工智能 AI 的。呢個就係人工智能 AI 啦。所以取代了人手，取代咗人手。就是本來有個主席在這裡報告，現在不需要主席了，應該有一個 AI 的人物來跟你講話了。本來有主席喺度報告，而家唔使啦 ，AI 搞掂。會不會將來有個 AI 人物在這裡講到不需要我了？會唔會未來會有個 AI 喺度講到唔需要牧師講道啦 ？AI 的興起，很多人失去了工作。AI 嘅興起，令好多人失去工作。南加州洛杉磯是一個經濟發達的大城市。南加州洛杉磯係一個經濟發達嘅大城市，但是也會遇到蕭條的時間，但係都會遇到蕭條嘅時間，也會遇到經濟不景氣的時間，亦會遇到經濟唔景氣嘅情況。有時候是經濟的週期，有時候係經濟嘅週期，也有時候是人為的錯誤所造成的。有時候亦係人為嘅錯誤所造成嘅。那亞伯蘭因為饑荒，下到埃及了。亞伯蘭因為饑荒去到埃及。埃及不是迦南地。大家知道埃及唔係迦南地嚇。他不是不要迦南地。佢其實唔係唔想留喺迦南地㗎。乃是現在要解決這個饑荒的問題。但係而家要解決饑荒嘅問題。那他只有去埃及了。佢只有落去南邊呢一個埃及。但他知道埃及會有一個麻煩。但係佢知道喺埃及裏邊會遇到一個麻煩，就是他的太太撒萊太漂亮了。因為佢太太撒萊好靚女㗎。他知道埃及人看到他漂亮的太太就會要把他殺了，把亞伯蘭殺了，然後把他太太撒萊搶過來。佢知道咧，佢擔心要一個咁靚嘅太太，如果咧俾啲埃及人見到咧，一定咧搶咗我太太，並且咧對佢不利嘅。於是他為了自己保命，所以為咗自己保命，就跟太太說：不如我們在埃及就有兄妹的身份來代替夫妻的身份。所以咧，佢就同太太講：不如咁咧，我哋諗下計，不如喺到埃及咧，我哋就呢個兄妹相稱。所以最終他們去到埃及，他最不想發生的事情終於發生。所以佢同太太去到呢個埃及，最唔想發生嘅事情就發生了。真的，特別是法老王看到他太太那麼漂亮，他只知道她是你的妹妹，我要把她娶過來了。特別咧，法老王中意咗佢太太，見到咁靚嘅女人，所以咧就將佢太太帶去皇宮。結果神的介入跟保守，結果咧神介入，這個事情解決了，最後他們能夠平安離開埃及。最後呢件事情解決，佢哋平安離開埃及，回去南地。回去南地。原來神帶領人去的地方也會有饑荒。所以弟兄姊妹啊，原來神帶領人去一笪地方，嗰度都會有饑荒㗎。今天如果你認定神帶領你來洛杉磯，如果今日你係認定神帶你嚟到洛杉磯，你來到這裏，結果發覺找工作很難。但係你嚟到呢個地方，你發現揾工好難啊。這個地方也有經濟的困難跟危機。呢個地方係有經濟嘅困難同埋危機嘅。這個時候人會覺得，這塊土地不宜久居哦。人就會諗啊，依法呢個地方咧不宜久居啊。是不是也要遷移到別的地方去呢？係咪要繼續搬去其他地方呢？那亞伯蘭去了埃及，為了要吃飯。亞伯蘭咧搬去埃及為咗食飯，但是你去到埃及，也有埃及帶給你的麻煩跟危險。但係亞伯蘭就話俾我哋聽，你就算去咗埃及咧，都會遇到喺埃及裏邊嘅麻煩嘅。
那這個令我想起聖經裡面記載這個在路德記所說的以利米勒一家人。講到呢度咧，我就想起喺聖經裏邊咧有一家人，呢個男嘅呢一個嘅就叫做以利米勒。他們原本住在伯利恆，本來佢哋全家係住喺伯利恆嘅。那伯利恆這個地方在以色列，這個地方的名稱意思就是麵包之家。伯利恆 Bethlehem 呢個原來嘅意思係叫麵包之家，應該不缺糧食，不缺糧嘅地方嚟嘅。但是後來也發生這個饑荒。但係後嚟又係啦，發生饑荒。那以利米家一家人因為饑荒，他們就決定要離開舉家，離開伯利恆，就移居到摩押。所以咧，以利米勒一家就因此決定離開呢個麵包之家伯利恆，移居去摩押，就是移居到外國去了。即係移民外國，一住了10年，一住咗10年。那他兩個兒子都在摩押娶妻結婚。佢兩個仔都喺摩押娶妻結婚。後來以利米勒跟兩個兒子都死了。後嚟以利米亞同佢兩個仔都死喺客死異鄉啊！所以家裡面留下3個寡婦。所以家裏邊留下3個寡婦。所以離開這個伯利恆，要移民到摩押。離開伯利恆故鄉，移民到摩押，以為要保命，以為保命可以，結果命都沒有了，死在摩押。結果命都冇啦，死喺摩押。看來他們這樣子移民是不正確的決定。睇嚟咁樣嘅移民係真係有啲唔係好正確喎。那所以我們回頭來看亞伯蘭。好，我哋再翻嚟睇亞伯蘭。亞伯蘭雖然遇到饑荒，亞伯蘭雖然遇到饑荒，但是他沒有懷疑神，但係佢冇懷疑神。那神就陸續說要給他土地，神就陸續嘅就同佢講，俾你土地。那現在我們一起來念第13章的14節到17節啊。創世記13章14到17節。好，我們一起來念啊。我哋一齊嚟讀。羅得離別亞伯蘭以後，耶和華對亞伯蘭說：從你所在的地方，你舉目向東西南北觀看，凡你看見的一切地，我都要賜給你和你的後裔，直到永遠。我要使你的後裔如同地上的塵沙那樣多。人若能數算地上的塵沙，才能數算你的後裔。你起來，縱橫走遍這地，因為我必把這地賜給你。所以你創世記13章14到17節。很好。那你現在知道神給亞伯蘭更多的土地。那你看到聖經裡面，你知道神給亞伯蘭更多的土地，也應許給他許多的後裔，亦應許佢哋有更多嘅後裔，多到好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多到咧好似地上嘅塵沙咁多啊！那後來神也跟他說，後嚟神亦繼續同佢講，在第15章的第5節，創世記15章第5節，於是領他走到外邊，說。於是領他到外邊說：你上天觀看，數算眾生，能數得過來嗎？又對他說：你的後裔將要如此。所以神先後，這是15章第5節。神不但應許給他土地，神唔單應許佢有土地，更大的土地，更大嘅土地，也應許給他的後裔，好像地上的塵沙跟天上的眾生那麼多，亦應許佢嘅後裔有地上嘅塵沙同埋天上星星咁多。你要記得，當時亞伯蘭一個兒子都沒有。但係大家你要知道，當時亞伯蘭一個仔都冇㗎。當他什麼都沒有的時候，然後神應許你的後裔，好像地上的塵沙跟天上的眾生那麼多的時候，你覺得不奇怪嗎？當
當你一個仔都冇，當你乜嘢都冇嘅時候，神就同你講話啊，你嘅以後嘅後裔咧，好似咧塵沙同埋眾星咁多，你覺唔覺得好奇怪？那結果呢，亞伯蘭就信耶和華，結果係亞伯蘭信耶和華。就是說他一個兒子還沒有的時候，就係佢一個仔都未有嘅時候，然後他相信神的應許是實實在在的，但係佢相信神嘅應許係實實在在嘅。他信耶和華，佢信耶和華，耶和華就以此為他的義。耶和華就以此為他的義。創世記15章第6節啦，這個就是因信稱義的這個根據。呢個就係因信稱義嘅根據。如果我們當中有弟兄姐妹參加教會的受洗班，如果喺當中我哋弟兄姊妹咧有參加教會嘅受洗班，我們的老師一定會告訴你什麼叫因信稱義。我哋嘅受洗班嘅老師一定會教大家乜嘢係叫因信稱義。所以這個是第一個例子，他怎麼樣因信稱義。呢個係第一個例子，係幫我哋去明白乜嘢叫因信稱義。就是你還沒有看到實實在在的應許的事情出現以前，你已經相信。就係你未曾睇見所應許嘅事情發生，一啲都睇唔到嘅時候，你就相信。所以你們從來沒有看過神，就係好似我哋從來冇睇過神，我們從來沒有見過耶穌，我哋從來冇見過耶穌。但是你相信他是神，但係你相信佢係神，你相信他是神的兒子，你相信佢係神嘅兒子，你100%相信，你100%嘅相信，你就因信稱義了。你就係因信稱義。就好像亞伯蘭一樣，好似亞伯蘭一樣，他當時一個兒子都沒有，佢當時一個仔都冇。但是神說你的後裔子孫要好像地上的塵沙，跟天上的眾生那麼多。但係他相信。但係神所講嘅地上嘅沙、天上嘅星咁多，你嘅後裔去相信。所以神就以此為他的義。神以此為亞伯蘭嘅義。那神繼續說神繼續講，我是耶和華，我係耶和華，曾領你出了迦勒底的烏爾，曾領你出了迦勒底嘅吾珥，為要將這地賜你為業，為要將這地賜你為業。神再一次強調要給他土地，神再一次強調要賜俾佢土地。後來神就跟亞伯蘭立約，神後嚟就跟亞伯蘭立約。那立約分別記在第15章跟第17章。立約係講喺創世記15章同埋17章所講嘅。第15章是立約的儀式，第15章係立約嘅儀式。第17章是約的內容，17章係約嘅內容，還有立約的證據，還有立約嘅證據，還有立約的繼承人，還有立約嘅繼承人。那15章到17章中間隔了第16章，中間嘅16章呢，就是發生夏甲跟以實瑪利的事情，就係發生夏甲同埋以實瑪利嘅事情啦。阻礙了中間阻礙了13年，就係呢個事情就係阻礙咗13年啦。好，現在我們來看第17章神跟他立約的內容。好，我哋一齊睇下呢第17章神點樣跟亞伯拉罕立約嘅內容。好，我們一起來念這幾節經文。我哋一齊嚟讀呢幾節嘅經文。好，一起來我哋一齊嚟。我與你立約，你要做多國的父。從此以後，你的名不再叫亞伯蘭，要叫亞伯拉罕，因為我已立你做多國的父。我必使你的後裔極其繁多，國度從你而立，君王從你而出。我要與你並你世世代代的後裔建立我的約，做永遠的約。要做你和你後裔的神，我要將你現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賜給你和你的後裔，永遠為業。我也必做他們的神。所以這裡這個約就是說，你現在是寄居，但是我把這個土地賜給你，你從寄居變成永居。
呢個約咧係代表本來你係寄居嘅，但我將呢個地賜俾你，你就成為永居。這個約除了說亞伯拉罕是多國之父以外，呢個約除咗講亞伯拉罕係一個多國之父以外，當中也提到他有後裔，當中亦提到佢有後裔， seed 啊，就係 seed。這個後裔要繼承這個迦南全地，永遠為業。呢個後裔能夠繼承呢個迦南全地，永遠成為佢哋有永遠嘅約，永遠可以成為佢嘅土地。那所以這裡你看到兩個永遠，你呢一度睇到有兩個永遠，第一個就是永遠的約啊第。一個係永遠嘅約。所以現在神跟亞伯拉罕立約，這個約是永遠的約神跟亞伯拉罕所立嘅約係永遠嘅約。如果說永遠到現在2025年有沒有效呢？嗱，如果係永遠嘅話，到2025年係咪仲有效啊？有，對，所以明年也有效，後年也有效，一直到永永遠遠都有效。明年後年永遠遠都有效嘅。然後第二個永遠就是這塊迦南全地要給他的後裔永遠為業。仲有第二個永遠就係俾呢一個嘅亞伯拉罕嘅後裔永遠為業。所以這個土地屬於亞伯拉罕，他的後裔是永遠的。所以呢個土地喺俾亞伯拉罕嘅後裔係永遠嘅。那所以繼續看立約的這個證據。嗱，我哋就睇下咧，立約嘅證據係乜嘢啦？好，我們一起來念這3節短短的哈。好，一齊嚟念呢3節經文。好，神又對亞伯拉罕說：你和你的後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約，你們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禮，這就是我與你並你的後裔所立的約，是你們所當遵守的。你們都要受割禮，這是我與你立約的證據。好，所以這個立約有一個證據，就是受割禮。立約係有個證據，就係受割禮。現在的猶太人、以色列人，他們baby 出生以後第8天就要受割禮的。以色列地細蚊仔一出世8日就要受割禮㗎啦。好，最後是這個約的繼承人。好，呢個聖約嘅繼承人係邊一個呢？剛才說在第16章，亞伯蘭生了一個兒子叫以實瑪利。好，剛剛嘅經文話咧，亞伯蘭咧亦生一個仔，就係同夏甲生嘅叫做以實瑪利。所以亞伯蘭以為繼承這個約就是以實瑪利。亞伯蘭本來以為繼承呢個約嘅係以實瑪利，但是神說不然。但係神話不然，不然就是不是。不然嘅意思就係唔係。好，然後我們念下去。好，一齊念落去。你妻子撒拉要給你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以撒。我要與他建立所立的約，做他後裔永遠的約。創世記14章第19節。所以繼承這個約的不是以實瑪利，而是另外他要生一個兒子叫以撒，由這個以撒來繼承這個約的。所以繼承人唔係以實瑪利，係由撒拉所生嘅兒子以撒繼承，並且成為永遠呢個佢哋嘅成為咧呢個永遠嘅約嘅繼承者。所以我告訴你，所以我話俾大家聽，以撒的後裔就是以色列人，以撒嘅後裔係以色列人，也就是猶太人，就係猶太人。而以實瑪利的後代就是阿拉伯人，以實瑪利嘅後裔就係阿拉伯人。所以繼承這個約是猶太人，不是阿拉伯人。所以繼承呢一個永遠嘅約係猶太人，唔係阿拉伯人。所以這個約提到迦南全地是屬於誰呢？所以根據呢個約，咁迦南全地係屬於邊一個人㗎？就是以色列人，也就是猶太人。就係以色列，就係猶太人。那你說，那阿拉伯人呢？咁樣我哋要問啦，阿拉伯人呢？又怎麼樣呢？佢哋會點呢？那神也有應許，神有應許嘅。所以我們神沒有偏心，神係唔會偏心㗎。神另外賜給
这个以斯玛利跟的后裔是阿拉伯人，另外有地为他們預備好。神亦為以實瑪利預備地。好，我們一起來念19節哈。好，我哋一齊念讀呢個創世記17章第19節。好，至於以斯瑪利，我也應允你，我必賜福給他，使他昌盛，極其繁多。我必生12個族長，我要使他們成為大國。啊 ，OK。創世記17章17、19。所以結果呢，神安排這個以斯瑪利的後代是阿拉伯人，住在以色列的東邊。所以神咧係安排咧呢個以實瑪利咧係住喺呢一個以色列人嘅東邊。他們所擁有的土地跟資源比以色列人更多更大。佢哋咧所擁有嘅資源同埋比起以色列咧，佢更大同埋更多。到今天現在阿拉伯國家有多少個？今日阿拉伯國家有多少個啊？22個。22個阿拉伯國家。那猶太人的國家有多少個？猶太人嘅國家幾多個啊？1個。1個。那以色列，你看都被阿拉伯國家包圍了。以色列係被咁多個阿拉伯國家包圍住。那以撒的後裔只擁有迦南地，就是今天所說的以色列土地，小小那麼小的一塊。以色列人咧，淨係擁有嘅迦南地嗰少少嘅部分，就係綠色嘅綠色嗰點。然後阿拉伯人呢所擁有的土地，哇，不知道大多少倍。係啦，阿拉伯人咧就係紅色嘅土地大好多嘅。所以，如果神賜土地給阿拉伯人多啊，還是給猶太人多？所以我哋話，究竟神賜俾阿拉伯國家嘅地多啊，定係比以色列多咯？所以一眼就看得明白咯。但大家一睇就知，睇得明白啊！然而，但係今天還有人說要把以色列這塊土地一分為二。但係今日仍有人話，要將以色列呢塊土地一分為二。如果一分為二，這個跟亞伯拉罕的約是合理還是不合理？但係如果一分為二嘅話，呢個跟神跟亞伯拉罕所立嘅永遠為約嘅呢個合理定係唔合理啊？你要記得，神說這個亞伯拉罕的約是把迦南全地大家啱啱讀過係嘛？神跟亞伯拉罕所立嘅約係俾亞伯拉罕嘅後裔係全地迦南全地。你看這個紅色的迦南，不是迦南地，迦南全地全啊！什麼叫全啊？呢度講嘅係迦南全地啊！咩叫全地啊？全地就是那麼小的一塊塊藍色的，或者你看綠色，藍色也好。那麼小的土地，這個全地就是這樣小的一個綠色小小的地，就是給這個以撒的後代，是神應許給以撒的後裔神應許俾以撒嘅後裔，就是以色列人，就係以色列人咯，就是猶太人，就係猶太人咯。如果誰要把這個土地瓜分，如果邊個要將呢塊土地瓜分，就是違背了神跟亞伯拉罕的約，就係違背咗神同亞伯拉罕所立嘅約。那神是守約的神，神係守約嘅神，神不會容許這樣的事情發生，神係唔會容許咁樣嘅事情發生嘅。那土地是神的禮物，土地係神嘅禮物，但是土地需要雨水啊，但係土地需要雨水，也需要人對神的信靠跟順服，同埋需要人對神嘅信靠同埋順服。人得到神在物質上的供應而滿足了，人喺供應上得到神嘅神在物質上，人在物質上得到神供應而得滿足。但是人很容易因為享受跟滿足而忘記神。但係人好容易因為享受同滿足而忘記神嘅。我們常以為是自己的本領才那麼富有，因為我哋常常都以為我有呢啲嘢係我嘅本領，所以我有。那神把我們安置在洛杉磯，神
而家將我哋安置喺洛杉磯，我們在這裡謀生，我哋喺呢度謀生，我們在這裡享受生活。我哋喺呢度享受生活。但你要記得，洛杉磯不是神，但係我哋要記得洛杉磯唔係神，洛杉磯也會有經濟不景氣。洛杉磯亦會有經濟不景氣。當我們工作順利賺到錢的時候，當我哋工作順利賺到錢，那摩西也提醒以色列人，摩西亦提醒以色列人，他說，神話那摩西說的摩西話我們一起來念這個很重要的經文係好重要嘅經文，《申命記》第8章17至18節，預備起。恐怕你心裡說，這貨財是我的力量，我能力得來的。你要紀念耶和華你的神，因為得貨財的力量是他給你的。《申命記》8章14到18節。得貨財的力量就是賺錢的力量，得貨財嘅力量就係賺錢嘅能力。記得是神給我們的。記得係神俾我哋㗎，所以你要賺到錢，你不要以為是你的本領。你唔好以為你揾到錢係你嘅本領哦。所以如果神不下雨，那人面對的只有饑荒。不論你多麼本領，多大的本領，但是神不下雨，你也沒有辦法。如果你係呢個地方無論你有幾有本領都好，如果唔落雨，嗰個地方就會饑荒啦。因為我們成長的這個教育背景都一直教育我們要人定勝天。我哋成長嘅背景一路教育我哋嘅都係人定勝天。但是呢，你真的人一定能夠勝過天嗎？但係真係人能夠勝天嗎？這裡神說你的貨財力量是神給我們的。所以呢一度講話，我哋得貨財嘅力量係神俾我哋嘅。如果你有留意新聞最近伊朗就面對缺水的問題。如果你留意新聞嘅，而家伊朗就係缺水啦。他們很長時間沒有下雨，沒有水。伊朗長時間嘅冇落雨，冇雨水。所以真的不知道他們怎麼樣度過未來幾個月。唔知道佢哋點樣去度過未來嗰幾個月。所以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要往流奶與蜜的迦南地，要去流奶與蜜嘅迦南地。但是還沒有到以前，未到之前，他們面對是曠野，面對嘅係曠野，是缺水的曠野，缺水嘅曠野，是寸草不生的沙漠地，寸草不生嘅沙漠地。然後摩西也跟他們說，摩西亦同佢講，好，一起來念這個經文，一齊嚟讀呢個經文。他苦念你，任你飢餓，將你和你列祖所不認識的嗎哪賜給你，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耶和華口裏所出的一切話。申命記8章3節。所以神有時候讓人飢餓，所以神有時會讓人飢餓。讓你知道你活着不是單單靠食物，叫我哋知道我哋活着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耶和華口裏所說的話，乃係靠神口裏所出嘅話。當我們失去工作，當我哋失去工作，或者遇到經濟困難，或者係遇到經濟困難，你要記住這個經文，你要記住呢段經文。你信靠的不是食物，你信靠嘅唔係食物，你信靠的不是麵包，你信靠嘅唔係麵包，你信靠的不是洛杉磯，你信靠嘅唔係洛杉磯，你信靠的是神。信靠嘅係神。亞伯蘭沒有兒子，亞伯蘭冇仔，他什麼沒有的時候，佢乜嘢都冇嘅時候，他還是相信神口裏所講的每一句話，佢仍相信神口裏所講嘅每一句說話，相信神所說的每一個應許，相信神所講嘅每一個應許，那神就以他為義，神就以佢為義。現在如果你缺乏了，如果你而家缺乏啦，如果你現在財務緊張了，
如果你而家嘅財務緊張，你還能夠信靠神嗎？你還能夠信靠神嗎？你能夠以神的信實為糧嗎？你能夠以神嘅信實為糧嗎？那神應許亞伯拉罕說：我必叫你成為大國。神應許亞伯拉罕話：我必使你成為大國。這個大國不是面積的大國，呢個大國唔係一個面積嘅大國，乃是數級的大國，乃係一個素質嘅大國，可以影響別人，可以影響別人嘅，祝福別人。祝福別人那嘅。怎麼可以做到呢？點樣可以做到呢？然後摩西也說，摩西亦講，那你聽我講，念這節經文啦。那成為大國的竅門，你若留意聽從耶和華你神的話，謹守遵行他的一切誡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萬民之上。所以這個竅門就是你要聽從神的話，你要謹守他的一切誡命，這就是秘訣了。呢個竅門就係你要留意聽從耶和華嘅話，謹守他一切嘅誡命，呢個就係秘訣。不錯，你的國土很小，不錯，你嘅土地好少，但是如果你做到這一點，但係如果你做到呢一點呢，你就是蒙福的。你就係蒙福嘅。怎麼樣蒙福呢？點樣蒙福呢？在田間也必蒙福，在田間也必蒙福。耶和華必為你開天上的苦庫，耶和華必為你開天上嘅苦按庫，時降雨在你的地上，按時降雨喺你嘅地上，在你手裏所辦的一切事賜福於你，在你手裏所辦嘅一切事上賜福給你。你必不借給許多國民，你必借給許多國民，卻不向他們借貸。卻不向他們借貸。你知道，在你的努力的背後有神的因素。喺我哋努力嘅背後，大家都知道嘛，係有神嘅因素喺裏面嘅，所以不能夠說人定勝天，所以唔能夠講話人定勝天，都有神的因素在其中。有神嘅因素喺裏邊噶。如果神不打開這個天，沒有降雨，你地上你多大的土地也沒用，沒有雨水，你就沒有收成。如果咧，就算幾大土地都好，如果神唔降雨，都係冇用，都係冇收成嘅。如果神俾機會，同樣係冇收成嘅。亞伯拉罕對神有信心，亞伯拉罕對神有信心。那所以信心的高峰就是把他兒子以撒獻給神做燔祭。而最高峰嘅信心就係將自己嘅兒子以撒獻俾神作燔祭。當他帶着以撒上山要獻祭的時候，當佢帶住佢嘅仔以撒上山嘅時候，那以撒就跟他說，以撒就跟佢講啦，獻祭需要火跟柴都有了，獻祭火與柴都有啦，但獻祭的羊羔在哪裡呢？但係獻祭嘅羊羔喺邊啊？那亞伯拉罕跟他兒子說，亞伯拉罕跟佢嘅仔咁講，我兒啊，神必自己預備做燔祭的羊羔，神必自己預備作燔祭嘅羊羔。這個預備啊，這個預備呢兩個字啊，這個詞在希伯來文的意思就是看見。預備呢個詞喺希伯來文嘅聖經就係看見嘅意思。神看見了獻祭的羊羔，神係嗰位看見呢一個獻祭嘅羊羔嘅。神預備就是神看見，神預備就係神看見。以撒的肉眼看不到這個祭牲在哪裡，以撒喺肉眼裏面睇唔到呢個燔祭嘅嗰個牲畜喺邊度，他以為是缺乏。佢以為係缺乏啊！但是如果你有信心的眼睛，但係如果你用信心嘅眼光，你就相信神看到羊羔的所在，你就會相信神看見羊羔嘅所在。就是說，就係講神都預備好了，神已經預備好啦。所以把這個經文原文翻出來 ，And Abraham said, God will see to the seed for his burnt offering, my son。預備就是看到看見，原來嘅意思，神預備就係神一早睇見啦。
就算呢，他创世纪说啊，他说神自己预备神未看见啊，所以希伯来书解释说，就算亚伯拉罕要杀以撒，但是心里面他也相信，也看到這個以撒會從死裏復活的。呢個舊約嘅聖經喺新約嘅解釋，希伯來書11章第19節係咁樣講啊。神就亞伯拉罕嘅心點諗㗎？佢話就算我殺咗我個仔以撒，但係神都可以叫我仔復活啊！這個就是亞伯拉罕信心的看見。呢個就係亞伯拉罕信心嘅看見。相信神必有預備，相信神必有預備。神預備孩子，神會預備孩子，神預備後裔，神會預備後裔。所以他順從神的吩咐。所以佢順從神嘅吩咐。所以當他要舉刀要殺他的兒子的時候，所以佢要舉刀殺佢嘅仔嘅時候，這個天使制止他，天使就阻止佢。然後亞伯拉罕就看到一隻公羊，亞伯拉罕就看見一隻公羊，那他就用那頭公羊來代替以撒來獻祭。佢就用呢頭公羊代替以撒嚟到去獻祭。那經驗到神預備了羊羔，經驗到神預備羊羔，就是神看見公羊在那裡，一早神就睇見公羊喺邊度，一早神已經預備啦，所以他就跟那個地方起名叫耶和華以勒。亞伯拉罕就讓嗰個地方起名叫耶和華以勒，就意思就是說耶和華預備，意思就係耶和華預備，也就是說耶和華看見，就係意思就係耶和華看見。所以 Jehovah Jireh means the Lord will see to it, He will provide。呢度係講神睇到，神會供應。所以神看見亞伯拉罕帶着以撒上山獻祭，所以呢度講到神看見呢一個亞伯拉罕帶住以撒上山，就是他看到亞伯拉罕的信心，神睇見亞伯拉罕嘅信心，也看到他的順服，亦睇到亞伯拉罕嘅順服。今天我們都會遇到一些不容易的環境，我哋今日都會遇到唔容易嘅環境，我們會落在考驗之中，我哋會落喺考驗裏邊。我們可能你現在沒有工作，可能我哋而家冇工作，可能你現在經濟比較緊張，可能你而家經濟比較緊張，我們都希望神會預備，我哋都希望神為我哋自己預備，希望神能夠供應我們。希望神會供應我哋。當你說耶和華以勒的時候，當我哋喺度講話耶和華以勒嘅時候，所以相信神在預備，就係相信神喺度預備，神看見，神睇見。那你希望神看見什麼？但係我哋喺度希望神睇見啲乜嘢呢？你可能希望神看見你的缺乏，可能你想神睇見你嘅缺乏，希望神看到我的困境，可能好想神睇見我哋嘅困境。但是你要不要讓神看到你的信心呢？但係你想唔想神睇見你嘅信心呢？看到你的順服呢？睇見你嘅信服呢？當亞伯拉罕帶着他的兒子以撒上山的時候，當亞伯拉罕帶住佢嘅仔上山嘅時候，神看到他的信心，神睇見佢嘅信心，神看到他的順服。神睇見佢嘅信服。我們往往希望神看到我的困難。我哋往往只係想神睇見我哋。哎呀，神啊，我很糟糕。哦，神啊，我真係好慘啊！我很苦啊！我真係慘啊！我沒辦法。我真係冇方法啦！你有沒有看到啊？你有冇睇到啊？但是神固然他看到，但係神當然睇到啦。但是他期待看到你跟我的信心。但係神更加想睇到嘅就係你跟我哋嘅信心。神固然看到解決的方案，神當然睇到解決方法㗎。他已經看到你下一份工作，佢已經睇見你下一份工作㗎啦。神已經看到你下一個機會，神已經睇見你下一個機會㗎啦。你只要相信神有預備，只要相信神有預備，你有這個神看到你的處境，神定然看見你嘅處境，那你的回應應該是你的信心跟你的順服。我哋嘅回應應該係我哋嘅信心同埋順服，用信心來回應神的信息，
用信心回應神嘅信實。这上面有一句英文很好啦。上面有一句英文好好嘅， Respond to God's faithfulness with your faith。回應神嘅信實，透過你嘅信心。对啊，所以最後希伯來書的作者這樣說：最後希伯來書嘅作者咁樣講，什麼叫信心？乜嘢叫信心？我們一起來念：我哋一齊嚟讀。信信神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所望，對，希伯來書11章第一節一節啊，所以所望就是你的盼望。所望就係我哋嘅盼望。當你盼望的時候，當你有盼望嘅時候，就是你在看見。就係你喺度睇見。信心就是看見神已經看見了，信心係相信神已經看見啦，已經相信神已經有預備了。相信神會有預備。雖然我的肉眼還沒有看到，雖然我嘅肉眼仍未睇到，但是已經有把握了。已經有把握啦。所以弟兄姐妹，所以弟兄姊妹，當你在禱告裡面宣告耶和華以勒的時候，當你喺禱告裏邊相信宣告耶和華以勒嘅時候，是否讓神也看到你的信心呢？是否亦讓神睇見你嘅信心呢？神是守約施慈愛的神。神係守約施慈愛嘅神。我怎麼知道？我點樣知道？就是神怎麼樣守住亞伯拉罕的約。就係神點樣守住亞伯拉罕嘅約。今天神也守住跟你的約。神今日都會守住你跟佢嘅約。猶太人以色列存留到現在，以色列人、猶太人而家存留到而家，小小的國家，一個小小嘅國家，周圍的國家都跟他為敵，所有其他周圍嘅國家都跟佢為敵。以色列立國70多年來，以色列立國70多年嚟，差不多大部分時間都在打仗。70年嚟，大部分嘅時間都係要打仗，恐怖攻擊、恐怖襲擊、恐怖攻擊、恐怖襲擊。恐怖襲擊。所以過去2年，2023年11月7號，哈馬斯就偷襲以色列。2023年哈馬斯就偷襲以色列，屠殺猶太人，屠殺猶太人，把他們當中200多人俘虜到這個加沙。千幾2000人死咗之後，仲要擄咗200幾人去加沙。所以這些恐怖組織滅我的心不死，滅以色列的心不死。嗰啲恐怖組織滅以色列嘅心不死。但是神是守約的神，但係神係守約嘅，神一定保護跟他有約的以色列這個民族。神一定會保護跟他有約嘅以色列民族。所以他既然是守約的神，既然佢係守約嘅神，今天如果你落在任何的困難當中，如果今日你落喺任何困難嘅裏面、危險當中、危險裏邊，神也照樣守約，他會看顧你。佢同樣會守約，睇住你。哈利路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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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亞。好，我們來禱告。我哋一齊嚟祈禱。親愛的天父，親愛嘅天父，謝謝你，多謝你，你是信實的神，你係信實嘅神，你是守約施慈愛的神。你係守約施慈愛嘅神。儘管人守不住這個約，有時候竟然人咧係唔守約，但是你永遠守約。但係你係永遠守約嘅。雖然以色列人在歷史上面是背叛你的，雖然以色列人喺歷史上邊係背叛你嘅，但是你守約一直看顧他們，但你一直守約，一直看顧佢哋，就像父親守約看顧兒子一樣，好似父親守約看顧兒子一樣。所以我們從以色列人、猶太人的身上看到你守約，我們也放心。主啊，我睇見你喺猶太人、以色列人身上所守約嘅約，我哋就放心。因為你照樣對我們守約。你係咁樣照樣對我哋守約嘅。你知道我們的困境，你知道我哋嘅困境，你知道我們的艱難，你知道我哋嘅困難，你知道我們的缺乏，你知道我哋嘅缺乏。我們來到洛杉磯，係嚟到洛杉磯，這個地方也會遇到饑荒，呢個地方遇到同樣有饑荒。但是你要我們受到鍛鍊，主啊，但係你要我哋受鍛鍊，要我們知道人活着不是依靠食物，你要我哋知道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而是靠耶和華你
你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乃係靠耶和華神你口裏所出嘅每一句話。讓我們相信你的話。主啊，我哋相信你嘅話我。們這樣子相信你，就叫我們成為義人，主啊，我哋咁樣相信你，就叫我哋成為義人，讓我們同樣看到你的愛讓我哋同樣睇見你咁樣嚟愛我哋，以及你的供應。以致亦睇到你俾我哋嘅供應。我們也願意你看到我們的信心跟順服。主啊，我哋願意俾你睇到我哋嘅信心同埋順服。謝謝你，感謝你，聽我的禱告，聽我哋嘅祈禱，奉主耶穌的聖名，奉主耶穌嘅聖名。阿們，阿們。阿們。